根据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统计，从107学年度以来，台中的学校公文的量是一年比一年愈来愈多。互兼任行政人员的老师是强要记载袂牢，因为校长目前嘛找无人会当来做行政的职务。教育局回应讲，已经有简化流程，像讲公文、公告、演习、甲开会之类的，会尽量用线顶或者是合并处理的方式，来减轻行政人员的负担。学校特别开学，暗过率团出兼任行政老师出走场。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受到基层老师投诉，学校公文量每年增加，要配合市府其他局处宣导政令。部分学校佫要求代理老师兼任学务处组长，大家拢真忝。这些兼行政教师他们来讲，他们是表示说，其实行政减量是骗人的，因为不但没有减量，而且还增加。台中市政府其他的局处他们会常常要求学校来宣导、回报成果，所以各校兼行政老师全部都累班了、累垮。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统计，为107学年度以来，学校年均公文量为5816分，一直提悬到112学年度6698分。加上教务公告有超过万件，教师法无规定老师有兼任行政义务，互真侪校长才头痛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先台选会中央、市府各局处甲学校无关系公文，其他一般公文直接伫电子网站公布公告，由学校家己点拨减轻行政人员负担。公文的一个处理方式，那相关研习跟会议，让它简化流程或合并办理。学校同仁他们在行政的部分能够减量，让教师他得以在教学专业的部分，让他更有心力来做处理。市府强调会尽量简化行政流程，无中学要求学校提供资料，演习开会用线顶或者是合并办理，减少人员时间，宣导市政成果，应互民众了解自身权益，学生了解公共事务，并无啥物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